Hello，大家好，又係我啦，Dr. Raymond Wong 同大家分享下透視 SDG。其實講咗幾個 number 啦，而家今日講嘅咧呢個號碼咧係9號號碼啊。咁啊9號咧英文咧就係呢一個嘅 Industry Innovation 同埋 Infrastructure。咁喺入邊嚟講，即係包括咗係咩啊？有3個 I 啊嘛，即係有 Industry 啲工業啦，有可能係工業4.0啦，有 Industry 同埋 Innovation 啦，同埋呢一個創新，同埋加埋呢一個嘅基建。咁啊呢一個 Infrastructure。咁喺呢3樣嘢咧，其實可能大家聯想到咧係啲咩？可能係啲綠色嘅建築，會唔會啊？或者係一啲叫 IoT 嘅系統，嗱呢一啲咧等等咧都係會包括咗喺入邊嘅。咁如果最新嘅一啲嘅科技技術啊，可以配合到咧而應用咧，我突然間即刻聯想到咧喺金鐘咧就會有一個嘅大廈，咁啊好特色嘅，咁咧就會係一個好似盛放嘅花朵未開嘅之前咁嘅樣嘅。咁估唔估到係邊一度啊？自己去揾一揾咧。咁啊喺入邊咧其實用咗大量嘅一個建築嘅入邊嘅元素去配合咗一啲嘅系統啦、元素設計啦，令到個建築物可以攞到好多嘅綠色嘅獎項嘅。咁綠色建築嘅獎項咧，其實一定要除咗節能啦、可持續發展之餘咧，仲要係咩啊？可以係受惠到人啦，因為人喺入邊用噶嘛，啱唔啱先？咁梗係要人性化呢一方面。咁所以一陣我哋都會揾邀請一位嘉賓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喺入邊嘅元素點樣可以去做到人性化，又做到創新，然後去俾到呢一個嘅建築物可以獲到個獎項咧？嗱，咁我哋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咁啊，除此之外咧，喺呢一啲嘅基建上邊仲有好多喎。除咗建築物之外，可以係會唔會係一啲嘅智慧嘅城市咧？嗱，如果智慧城市入邊又會包括咗好多嘅一啲嘅元素嘅喎，甚至乎未講到一啲已經起好嘅建築物啦，喺地盤入邊又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嘅智慧嘅一啲嘅地盤咧？嗱，呢一啲咧我哋都值得探究下嘅喎。點解咧？因為入邊咧係涉及到好幾個號碼嘅。除咗呢一個嘅有智慧嘅城市、智慧嘅地盤咧，其實佢會係確保到咩啊？員工嘅健康安全嘅。嗱，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一陣都同嘉賓咧去分享一下。咁啊喺入邊咧有唔同嘅類型。咁其中呢一位咧，咁一陣我哋會同大家介紹一下，邀請佢出嚟㗎啦。OK， 一陣見。Hello， 大家好，又翻嚟第2部分嘅節目內容啦。今日講嘅係9號 number 呢一個嘅基建啊，咁啊亦都係咧呢個工業化創新。咁咧，所以咧今日咧一定要揾我哋呢個城中嘅嘉賓啊，呢個好出名嘅就係 Johnny Yu 啦。你好 Johnny， 多謝晒 Raymond， 多謝晒阿 Johnny 咧係呢一個恒基事業地產有限公司嘅主席辦公室顧問兼呢一個嘅可持續發展主管。咁啊 Johnny 啊，咁啊知你今年咧都最近咧都有一啲新嘅項目啦，咪一陣會問下你嘅。好啊。咁啊先問下咧，咁啊你點樣睇咧呢一個科技咧係對於呢個提升呢個產業咧競爭力咧呢一個部分啊？其實咧科技嘅創新係非常之緊要啊。咁我哋恒基咧其中一個即係品牌承諾咧，都係要推動創新啦。咁有時候我哋喺建築方面啊，或者管理大廈方面咧，其實都應用到好多新嘅科技啦。因為你可以提升到個生產力啦，同埋減低嘅成本。咁以前咧，你話即係可能要做好多大廈管理嘅時候咧，其實而家你見到都好多機械人啊，甚至係好多電子化嘅嘢咧，就少咗用紙啊，或者垃圾處理方面啊、能源效益方面，全部都提升咗啦。咁喺大廈方面咧，如果你見到好多時都用一啲新嘅科技 digital twin 啦，即係虛擬分身啦，就做咗分析啊，好多管理啊，咁就儲咗好多大嘅數據啦，就幫助我哋成個業主啊或者管理大廈嘅人咧，去分析點樣再有效率啲管理大廈或者冷氣啊、空調啊之類嘅數據啦，亦都對租戶嚟講咧，亦都係可以俾翻呢啲相關嘅 ESG 數據佢哋咧做到分析，因為佢哋亦都可能同一時間好注重 ESG， 咁啊亦都要俾好多數據佢哋。咁當然做呢啲咁多創新啊，或者用多啲科技咧，除咗你話減少成本之外咧，其實品牌嘅提升亦都係有見到喺度啦。因為關注 ESG 嘅公司啊，通常你個印象俾人咧都會係好啲啦，同埋咧亦都去請人方面咧，第時佢覺得呢間公司啊做 ESG 做得好好喎，管理層又非常之好，管治又好，咁所以咧我都想加入呢間公司。咁所以有陣時都吸引到好多學生咧嚟即係想係入呢啲關注 ESG 啊或者注重科技嘅公司咯。哇，咁非常好啊！咁所以而家咧睇緊嘅一啲同學仔們咧就了解下多啲啦。我估佢哋都會了解到咧，中環多咗一個大廈嘅，咁啊叫 The Henderson 喎。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一個大廈又點樣可以同呢一個可持續發展有呢個掛鈎咧？係啊，如果同學仔有經過中環即係美利道附近咧，見到美利道2號有個上年咧就有個新嘅大廈就係世界級嘅
水準嘅級別嘅大廈嚟嘅，有8個咧即係 Platinum 認證，無論喺綠色啦或者係喺健康啊，都有得到最高級別嘅認證㗎。咁大廈咧當然有好多科技嘅創新喺裏邊啦，亦都有好多關注人嘅身心健康同埋福祉嘅元素喺裏邊。咁當然而家你見到啦，即係啲人翻工啦，唔單止就係話工作環境想要清新啲嘅空氣啊、潔淨啲嘅環境啊，甚至係要多啲科技去配合佢哋嘅工作啦。咁所以呢樣大廈咧，亦都喺設計方面先啦，好獨特嘅，好多玻璃，好多 curvature 嘅玻璃。係咪每塊都唔同㗎？係啊，每塊都好，有4至7塊玻璃咧，就擺埋一齊。每塊咧唔係平玻璃喎，平玻璃擺埋間。佢彎嘅喎，見到。彎嘅，所以喺設計或者喺即係生產方面咧，都係一個要好考功夫喎，真係。冇錯啊，去做出嚟啦。咁啊，當然你亦都吸引到好多國際嘅大租客，因為佢哋都想揾一啲推動創新嘅大廈啦、慳能源嘅大廈啦，同埋好注重呢個嘅環保啊、ESG 啊。咁所以佢哋就吸引到好多租客搬咗入嚟。咁當然大廈裏邊咧而家都推動電動車啦，咁有265個車位，大廈全部都有晒電動車裝置啦，亦都有啲無接觸式嘅翻工模式咧，即係點咧？你可以電話着咗個模式之後咧，佢就感覺到你喺呢度嘅租客翻咗去啦，係啦，直接開閘俾你啦，自動幫你撳 lift 啦，上去自動開門。當然你可以選擇用呢個模式。會唔會去廁所都可以都？廁所就可能都唔需要。唔需要。係啦，即係真係有無接觸式嘅廁所，擺一擺咧。即係衞生啦，即係。係啦，所以其實喺疫情之前，我哋已經做呢樣嘢㗎啦，因為人係好想注重即係個健康啦同埋福祉。咁所以喺22樓咧亦都有個 Sky Garden 俾大家做下運動啊，做下瑜伽、跑步啊，咁或者得閒嘅時候可以幫助你落去做啲即係思考啊，或者增加嗰個生產力啊，真係。係啊，會一定會。哇！咁啊，如果呢度咧咁啊睇翻啦，如果係講得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我想睇下你哋業界咧同呢一個企業咧同呢一個嘅學術界咧點樣可以 cross over，令到呢個可持續發展可以延續落去咧？其實咧，我哋喺即係業界啊，或者喺即係學術界方面咧，都好多合作嘅。其實我哋都見過好多，無論係中學啦，或者係大學啦，都有好多 professor 啊，或者教授啊，都係想話嚟睇下我哋最新嘅大廈，或者睇下我哋一啲建築物啊。咁我哋都不定時咧就搞好多講座啦。咁最近咧先同恒生商學院啦做咗個講座啦。咁之後咧嚟緊亦都有 Baptist U 啊、Poly U 啦，即係都約咗我哋啦，Hong Kong U 嘅professor 專係做 architecture 嘅，都係話想約佢班學生嚟睇我哋真正嘅大廈點樣起啊，點樣做。因為有陣時你讀書咧，即係得到一啲即係比較死板啲嘅資訊啦，你可能要真實，要睇下佢實物點樣做，同啲專家傾偈，先可以知道真正嘅大廈點樣去做得更加嘅先進啊，或者係比其他人做得好咯。係啊，同埋真係睇得到咧，變咗會更加係啟發到啲學生佢哋諗嘅，因為將來可能佢哋咧會喺選擇就業啦，甚至乎創新啦，都係建基於而家你哋已有嘅嘢啊嘛。佢可能會諗一啲新嘅一啲嘅方案咧，然後咧就可以幫助嚟緊一啲新嘅綠色建築咧做得更加好。冇錯，係嘛？呢一個位 OK。咁啊，我哋想睇下啦。咁啊如果係基礎建設嗰度咧，個可持續性咧，其實咁難做啦。咁其實點樣保證到真係做得到咧？因為你而家咧世界有幾個大嘅風險啦，就係你話即係極端天氣啊，即係同埋即係呢個人嘅身心福祉同埋健康啦，同埋點樣推動一個可持續發展嘅社區啦。所以我哋恒基方面咧都有個好清晰嘅可持續發展策略啦，就係關注到環保啊、創新啊、人啊同埋呢個社區。咁啊將呢幾個元素咧就喺我哋嘅項目呈現咗啦。咁日常嘅生活或者你嘅工作咧都會見到，再加埋我哋一個好完善嘅管理方，即係 governance 啦，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啦，去管治成間公司啦，真係好清晰。由我哋去揾地啊，到設計啊，同埋去即係起樓嘅時候之後管理，同埋去喺銀行攞融資去起啲 project 咧，每一 part 咧都有 ESG 元素。譬如揾地咧，你要諗下呢個生物多樣性嘅方案啦，起樓建築啊點樣綠色 building 係點樣係為之綠咧？到真係起嘅時候點樣用一啲可持續發展嘅物料啊？到起好嘅時候點樣管理個大廈？點樣用呢啲高科技嘅就係去管理啲數據啊？同埋之後係同邊啲銀行去講關於綠色金融，因為綠色金融都係一個大嘅議題啦。咁如果你做好多綠色建築嘅時候咧，銀行咧都可能借錢俾啲經紀公司咧，都會平少少。所以咧，我哋都好重視呢樣嘢㗎。哇，非常好啊！嗱，咁啊，同學仔們咧，頭先咧聽短幾分鐘咧，阿 Johnny 咧已經講咗好多。第一 SDG number 已經唔係淨係9號啦，9號係一個切入點，然之後延伸到我聽到咧有12號啦，有13號啦，有3號啦，有幾個 number 嘅。冇錯。咁所以咧喺入邊咧細咀嚼一下，咁咧就然後再會睇
睇翻啊，如果係學生們，你對唔好話其他大廈啦，就你哋學校點樣如何提升到更加好嘅呢一個嘅頭先講嘅呢個設備咧，就係呢一個創造力咧係好重要嘅呢個元素。日後咧希望更多時間咧同阿 Johnny 咧再同大家分享下，好嘛？好啊。OK，多謝晒 Johnny，好，多謝晒，同大家講聲拜拜。拜拜。